醫療場所涉嫌偷翕的風波是繼續在飆。檢警12日去行道場中基診所抄雙北紀錄間分店查扣資料甲電腦的主機，另外嘛有去公德診所佇雙北的分店調查。檢方懷疑公德的點樣設備廠商敢若嘛有替行道場施工，專案會向妨害秘密等罪嫌來偵辦。扣留真濟項資料，攏帶回調查，好親像偷翕風波擴大到行道場中醫診所，檢警大動作搜查雙北真濟間分店，閣甲電腦主機摸轉來清查。12日該查緝分真濟位，行道場互人指控甲光德診所是關係企業，當初點名時間找的點樣設備商，好親像是同一間。專案以妨害秘密等方向偵辦，檢方同一時間嘛同步搜查公德佇雙北的7間店，閣再展開調查。捲入偷翕爭議，原來有台北市的瑞穩產後護理之家，不過業者親身背回講有裝針孔，閣講經過檢方鑑定，扣留的相關證物無發現任何非法錄影甲錄音檔。這一條線，縱使它是針孔了，那又怎樣？對，或者縱使它是這個麥克風，那又怎樣？它沒有接到後面的機器，它就是一條廢線，它就是沒有功能啊。警方查到的線路，執行長講是10多年前將業者舊裝潢留落來，當時囥的無處理。雖然對功能無清楚，毋過伊主張若是無連接設備，都是一條無用的電線。面對醫療等機構陸續有爭議，現代婦女基金會愛政府加強啟動防治機制。偽裝成其他物件的這種微型攝影機可以輕易的購買，這些部分應該要怎麼樣納入管理？我覺得政府單位要去做思考。高風險場所偷拍的稽查，是不是可能可以跟這些消防安全或者場域安全安檢的部分來共同進行？為安尼的公德到縣議真濟間醫美診所去互民眾報案，好親像偷翕。台北新北桃高雄真濟地檢署攏已經介入偵辦。現代婦女基金會建議政府成立專責統一堂口處理，強化稽查機制，處罰觸法的業者。這種違規行為本來在法律就有規範了，那它也明確是違規。那再來就是地方衛生局去處罰它。那當然，明天如果大家也覺得說，那這個隱私規範的部分還要在哪裡再強化？當然我們都可以進行討論。到底醫療單位列做溫書的空間，是不是會使錄音錄影的？衛福部講，唔拿錄影，連錄音都必須愛互患者充分理解同意，才會使進行。關係民間的訴求，若是13家衛生局醫界團體的會議有人提議，攏會加做討論。記者採訪報道。